自2023年12月12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刻伫心底的名字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49章第1节到50章第3节。众海岛啊，着听我讲；住伫真远列国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。上主伫我出世以前就警告我，我还伫母胎就甲我号名。伊互我的喙亲像利剑，用伊的手庇佑我，保护我。伊互我亲像磨甲金细细的剑，甲我藏伫伊的箭地内面。伊对我讲：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。我却通过你显示我的荣耀。毋过我讲，我的劳苦拢是空空，我用尽气力拢无采工。犹如上主是我的裁决者，我一定会对上帝得到报赏。我伫母胎，上主就造我，互我做伊的仆人，通互雅各的后代倒转来伊遐。带以色列流亡的子民自集我来，安尼，我伫上主面前会得到公荣。我的上帝嘛诚做我的气力。现在上主对我讲：我要互你做我的仆人，互雅各甲支族搁复兴，甲流亡的以色列人带转来。我要搁互你一项重要的任务，互你做万国的光，互我的拯救普及天边海角。上主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即个受人藐视，互万国痛恨，做统治者的奴隶的人，君王看到你会徛起来。领袖看到你，嘛会趴落去表敬意。这个事会实现，因为上主信实，因为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有竞选你。上主安尼讲：伫我欢喜接纳的时，我有应允你；伫拯救的日，我有帮赞你。我要保护你，搁通过你甲我的子民立约。我要互你伫已经荒废的土地重建搁定居。我要甲受领的人讲：恁自由啦！我要甲伫黑暗中的人讲：出来见光。因会亲像羊，沿路有草通食，荒废的所在拢变做牧场。因袂枵，嘛袂喙焦，日头甲烧风袂伤害因。疼惜因的为因导因，带因到水泉边。我要伫所有的山岭开大路，甲大路拢屯悬。看咧，我的子民对真远的所在来，有的对北边，有的对西边，嘛有一寡对虚拟地远来。天啊，着欢喜唱歌；地啊，着欢呼；大山小山啊，着大声唱歌。上主要安慰伊的子民，伊要怜悯伊受苦的子民。毋过，耶路撒冷的子民讲：上主已经放杀咱，主已经袂记得咱啦。因为安尼，上主回答：老母减咧袂记得食年的婴仔，也是袂疼惜伊的亲生囝。老母若会袂记得，我绝对袂。你看咧，我将你的名刻伫手心。你的声像不时伫我目睭前，我无可能袂记得。甲你中间的人真紧就来，甲你拆毁的得离开啦。你额头
四周围看卖咧，你诶同胞拢住即活内，得要到位啦。我举我诶性命立誓，因为诚侪你宝贵诶砖头，亲像新娘身躯挂诶珠宝。上主安尼宣布：迄个毁坏拍远荒废诶国土，胆确实伤细，无够互流亡回国诶同胞住，甲你毁灭诶话离开你真远。你诶亲兄听到你流亡以后生诶囝儿讲，即个所在想话，着互阮较阔诶所在通住。迄时你伫心内会讲，啥人甲我生遮个囝？我已经丧失囝，嘛袂阁生啦。我流亡，搁到处流浪，是啥人甲我养育遮个囡仔？我孤单家己一个，遮个囡仔对倒位来？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要对列国举手示意，对万民发出信号。因会抱你的查某囝伫胸前，爱你的查某囝伫骹脊后倒转来。列王会做你的囝儿的养爸，因的王后会做你的儿女的年母，因会趴伫地甲你跪拜，会泋你骹нед的土粉。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，听候我的人一定袂失望见效。你敢会当对勇士的手抢夺战利品？敢会当对暴君的手解救俘虏？上主安尼回答：会当。勇士的俘虏会受抢夺，暴君的战利品会受解救。我要甲敌对你的人敌对，我要拯救你的囝儿。我要互压迫你的人食因家己的肉，啉家己的血，亲像啉新酒，啉甲醉。安尼，全人类就会知，我上主是你的救主，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带领者。上主安尼讲：我互恁老母的离婚书伫倒位？我甲恁卖互倒一个祭主？我是因为恁的罪才甲恁卖出去，因为恁的罪过才甲恁老母赶出去。是安怎我来的时，恁无半人伫地？是安怎我叫的时，恁拢无人应？是因为我的手骨伤短，无法度赎回恁，还是我无气力通解救恁？恁看咧，我一个发海就打去，我互江河变做旷野，鱼拢因为喙焦死去，因为无水臭去。我甲天穿乌衫，甲穹苍盖麻布。刻伫心底的名字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首受苦仆人之歌。几段经文分做3个段落。第一段讲到上帝的仆人的呼召甲使命。这个仆人是指将来得要来的弥赛亚，伊是上帝所有定甲差派。第二段说明上帝的仆人受到藐视，毋过落尾有一日，列国要对这个互上帝竞选的仆人俯首称臣。第三段是一首应允之歌。上帝明确指出，伊有足够的能力，会当对这个统治者手中摕走因所抢夺的一切。上帝要互以色列得胜，以色列人民要重新建立新的国度。伫几段经文中，
互人深深受上帝甲耶路撒冷居民的对话所吸引。14节记载，上主已经放撒旦，主已经袂记得咱啦。耶路撒冷的居民伫受掠中间，感觉受上主放杀，所以毋相信上帝救赎会应允。总是上帝用一个母亲对囡仔的心肠来说明伊对以色列人坚定的疼。老母减会袂记得食年的婴仔，也是袂疼惜伊的亲生囝。接线，上主搁较深刻讲：老母若袂记得，我绝对袂。你看咧，我将你的名刻伫手心，我无可能袂记得。对耶路撒冷居民的抱怨，上帝用坚决袂记得伊的子民的承诺来回答。2022年春天初期，全世界拢还笼罩伫武汉肺炎疫情的阴影。一个暗暝，我的查某囝雄雄讲，伊打算离职出国去游学。所谓上捌查某囝的，还是老母。论经济、语言甲伊的个性，加上疫情严峻，我当然反对。毋过伊进一步讲，其实伊已经辞职，签证也办好，要飞的日子也确定啊。意思就是，阮只有接受一份，无通参详。迄时我控制袂牢，发性地，两个人就陷入将近1个月的冷战。直到查某囝启程前1礼拜，拄好因老爸过生日，母仔囝两个人才有对话。伊的飞机起飞迄一暝，我哭规暝，心肝底亲像是无底的空桶仔，深深感觉受放杀。毋过安怎讲呢？囡仔安怎也是老母的心头肉，是深深刻伫心底的名字。毋管囡仔有偌尔啊培育，偌尔啊互人受气，只要囡仔一句落软的话，一个微微啊笑，爸母所有的心痛甲目屎，就会烟消云散。作为老母，我深深体会这段经文中上帝对伊儿女坚定不移的疼。实际上，上帝对咱的疼，比老母对子女的疼还搁较超过。拄亲像诗篇27篇第10节，诗人的体会：即使我的爸母气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就算咱有偌背逆，对上帝的疼有偌无头神，咱拢是上帝刻在心肝底的名字，伊的确会为咱负责到底。默想，当我身点艰难环境的时，是毋是会陷入灰心、失望甲痛苦咧？我相信上帝深刻纪念，袂记得我。当我身点艰难环境的时，是毋是会陷入灰心、失望甲痛苦咧？我相信上帝深刻纪念，袂记得我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甲我的名字刻伫手心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因为你永恒不变的疼，真心悔改归向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